會講下都市病嘅三大例子：癌症、肺炎同埋心臟病。呢幾種嘅都市病同生活方式、年齡、遺傳都好有關係嘅，可以話係現代人嘅都市病。阿 Ben， 你又知唔知癌症係點樣形成嘅呢？癌症嘅形成咧，其實就係一個細胞基因嘅一個受損啦，導致到細胞咧瘋狂咁樣去失控啊，成長失控啊，唔受控制，導致一個惡性嘅腫瘤並擴散。主要嘅因素咧就係唔好嘅生活習慣啦，例如食煙、飲酒同埋缺乏運動。環境因素又有污染啦同紫外線、病毒嘅感染啦同埋遺傳嘅。重點咧就係預防勝於治療。定期嘅篩查同埋保持健康嘅生活都好重要㗎。頭先咧，你哋就講咗三大嘅都市殺手病啦。萬一真係個唔好彩中咗其中嘅一種，公營同私營嘅醫院，你哋點樣揀呢？公營醫院優點：收費平，適合經濟考慮為主嘅病人。缺點：輪候時間非常長，專科門診可能等幾十個星期，甚至幾百個星期，因為需求大，資源有限。適合病情穩定，可以長時間輪候，或者經濟能力有限嘅市民。私家醫院優點：輪候快，通常幾日到幾星期內可以直接見專科，服務較彈性同埋舒適。缺點就係費用貴，一般要有醫療保險先至負擔到，就適合想快啲確診同治療，或者有保險支援嘅人士。聰明策略，公私營協作。如果想慳時間又慳成本嘅話咧，可以考慮先去私家做檢查，初步診斷咗之後咧，例如做咩咧 MRI 啊、抽組織化驗啦，咁拎個報告就去公營醫院嗰度跟進治療，咁縮短咗輪候嘅時間，咁樣既可以爭取黃金治療，又可以慳翻醫生嘅醫療費用，咁樣既可以爭取翻黃金治療期，又唔使一下子負擔全部嘅私家醫療嘅費用。嗱，我哋總結啦。都市病越嚟越普遍，關鍵係早發現、早處理。如果擔心輪候嘅時間嘅話咧，可以善用私家嘅檢查，加快流程，再按需要銜接翻公營嘅服務，平衡時間同金錢嘅負擔。